讲到云南，一般人想到的是蓝天白云、茶马古道、少数民族。给大家印象中的云南是多彩缤纷的。在这个土地上，我们客家乡亲用嘛方式写进人生的故事，今日用嘛方式写人生的故事呢？位于中国西南边的云南，自三国时期建立滇邦国以后，行政建制老起发，经过了唔止几多百的演变，渐渐的形成今边的样的。係為難得有嘅地理條件，可以中國南方絲路，繁榮固態西部經濟，漢卡留下馬幫故事同文化，呢座神秘嘅邊疆所在，到底有乜嘅樣嘅魅力，伴鄉親感面留啲嚟位。今日你先嚟到昆明，留鄉親見面咯。哎，玉華姐。Hello， 不好意思，幫你久等了，讓你久等了。哲偉你好，你好，你好，終於歡迎，讓你等那麼久。為什麼特別約在這裡啊？這裡除了是觀光客來昆明、來雲南一定要去的地方，這也是昆明人最喜歡的後花園，所以我講說一定要帶你來體驗一下。走，我們去看一下。走。啲高雄來客家鄉親用法子，喺台灣沿單做媒體一條路。2005年到雲南旅行。出本雲貴高原嘅山水向導，第一年規劃人就駛過來咧，展開唔啲溫陽版型嘅人生旅程。你們一條蛤蟆有法子而同嚟去西山，也在昆明人嘅後花園，到底有乜嘅驚喜咧？向下落去看下哦。待會我們就是要去那邊最邊邊那個峭壁，你看到沒有？對，那個峭壁這邊，對不對？你看到最邊邊，對。滇池它有330平方公里，哇，很大，對，是很大。因為滇池的水平面大概是1800公尺，然後我們慢慢爬上西山，西山跟滇池的最高落差大概有600公尺。哇，差那麼多。對，其實是差蠻多的。那但是其實你看滇池感覺像很平，對不對？對，其實很深嘛。沒有，它已經是清境農場的高度。雲南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它就是在昆明、大理、麗江就全部是高原城市。你已經有高原反應了。真的嗎？沒有騙你。滇池係雲南開發較早嘅地區之一，在幾廿萬年前，老祖公出地倆傳子傳孫，唔但將滋養嘅倆地土地，為大家提供行船嘅利便，和佢老城市嘅發展有分唔開關係。倆啲滇池順嘅西山，係一條幾下公里長嘅斷層，啲明朝書嘅西山啊，係雲南四大山嘅頭名哦。坐定流浪車，湖光山色看到清清楚楚。我本來對呢座神秘嘅名山非常的期待。我們已經到西山了，已經到西山了，是，但是還沒有到山頂。那你看周圍這麼多人哈，每年西山大概有300萬的觀光客，100萬是外地的觀光客，200萬是昆明本地人。昆明人是很非常注重休閒的一個城市，所以他們特別喜歡休閒假日就跑來這裡爬山，是，然後呼吸新鮮空氣。對，沒錯。還好我平常有鍛鍊，但是這還是有點陡，對。還要多久啊？才到了。啊，好喘哦。好，我們在這邊休息一下哈，因為剛好也來到那個今天的重頭戲龍門石窟，非常的精彩的一個這個文化遺產在這邊。它這邊就是在差不多18世紀的時候，有一個道士在這邊苦修，一個人挖鑿這個他修行的地方，然後陸陸續續吸引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過來，花了很多工匠72年的時間，然後修築了這個龍門石窟。小心頭哦。魚。現在正在整修。對，哎，這是來到龍門，所有的觀光客一定要在這邊摸一下，祈求長壽好運。哦，然後要用左手摸哦。左手，這是龜跟蛇。對，他們是道教的一個象徵，所以這個也是帶給就是來祈福的人好運這樣。然後長壽。對，三摸到底是哪三摸啊？下面有一個財神，龜蛇哈，求長壽。然後待會上面龍門還有個更重要的地方，對，我要帶你去看一下。走，我要去摸一下，有錢又有健康。
牛法记，昆明市整个尽收眼底耶。现在来到这个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哇！我们现在所站的这块平台，原来没有的。早期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工匠完全是在这个悬崖以内。然后你看这条步道是仅容一人容身的一个这么狭窄的步道。看出来了，就是这样走。待会可以看一下那个佛龛，也是非常有特色。它就有半截佛龛，因为当初这个工匠他就是依照这个石头的原来的样子，然后雕凿出来的一个佛龛。西元1781年开始业嘅龙门石窟，係基隆市東道工人天天辦公石壁一種一簇刻出來嘅，係昆明創業嘅道教聖體。雖然廟宇嘅規模無敦煌莫高窟安泰，不過石龍留石花成期都耐唔得起勁，實在本人當前批。我真係當難想象，頭擺相思做得創造出到了下係本私人斬探嘅工廠。當初係因為工作嘅關係，將嚟嚟成發係冇？其實不是因為工作，而是因為旅遊。來雲南旅遊一次，然後呢就被這種風景所吸引了。對，那當初我是住在麗江，然後很快的就決定買了一棟房子。那最主要買那個房子不只是因為它便宜啊，跟台灣比簡直是買一個廁所的錢都買不到。那最重要是因為那個房子可以看到玉龍雪山。雪山是，就是說。有雪山景的房子，而且是屬於自己的，是，而且又這麼的便宜，所以呢，你就不得不考慮，認真的考慮說是不是搬到這裡來住。可是你自己的工作嘛，你去過那麼多地方，你為什麼一定要選雲南這地方？你可以選日本啊，也有日本有富士山啊，是不是？覺得最重要是這邊是語言、生活習慣都跟我們一樣，那你適應這個新的環境，不會有任何困難。我覺得我在雲南住了10年，我覺得都會有適應跟磕磕絆絆的時候，這是難免。不管你去住到任何一個新的環境，對，但是你適應完了之後，我就覺得，住得越久，我還反而覺得，蠻適合自己的，選對地方了。那你現在最主要工作在做什麼？我現在主職，我會戲稱我的主職是全職媽媽，然後主要的職務，對，兼職是那個自由撰稿人，對，那自由的時間比較多，撰稿的時間比較少，對，所以比較可以隨心所欲的過自己想要的生活。特別用法治老公因為條路，從年都啲高壓嘅社會環境下生活，天天年紀漸漸的大，遇到決定啊。選一條當少年敢行的路，啲前年我潛到天一隻家鄉，一開始啲理工漂個8年老屋來開學店，2年前搬到昆明開始新的生活，喺旅遊做家己，除咗萬耐旅行之外，還有一種創業的滋養所在。哇，別有洞天呢！竟然有書店。是啊，在這個地方，對，這個在一個地下室裡面哈，蠻特別的。因為其實它這個原來是一個荒蕪的地下室，然後書店的夫妻，這個店主的夫妻，他們兩個都是建築設計專業，他們就自己把這個書店改造了。蠻溫馨，有地方可以坐下來喝個東西，然後還有一些生活的小文具啊、小東西，你可以去挑選。這裡我覺得是因為店主的喜好跟風格跟專業的關係，所以它很多設計類型的，然後文學類型的，有的時候會有一些台灣的繁體字的書，繁體字，所以看起來特別熟悉。我自己還蠻喜歡來這邊逛的。就是我覺得這裡書就是書店一走進來真的有成品的感覺。對，有稍稍像小成品的感覺哈。其實我覺得這也是在昆明的藝文人士其實都還蠻崇拜、向往誠品書店的，幾乎誠品就是他們會去台灣朝拜的地方，也讓我特別懷念起台灣的感覺，就是這樣。因為你知道台灣每次5步10步就一個咖啡廳，非常的方便。逛昆明其實沒有發現那麼多的咖啡廳，或是那麼多可以坐下來休閒的地方，那書店就變成一個很好休息、放鬆、品味一下咖啡的地方。呢間空地讓人上市度嘅小小書店，係玉華寺嘅秘密花園。當好看書嘅佢，啲條味做得點點嘅香酥，算係自家嘅小世界。玉華寺未留按多年嘅轉變適應，老平常看到嘅寫作文章，入咗影響，呢度咪變咗係做得一生人回想嘅故事。呢本書哈，幾多年前寫嘅？2007年出版的。就是我在2006年搬到麗江以後，
第2年在台湾出版的。有一行字就吸引我，叫 Follow Your Heart。给自己的借口。真的吗？这本书我觉得很多都是你的那个生活的一些点滴，对不对？这本书的话，对我来说会比较特别，就像是人生一个阶段的记录，然后是我很自发性、很有冲动，想要把一些过程记录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意义会比较不一样。回头看看，就是这本书跟你现在的生活，你觉得有没有很大的落差？中年你去移居另外一个地方或是另外一个国家，我觉得当初会有点像热恋的感觉。你对那个地方，对，你会特别喜欢他，看他什么都顺眼，什么都好，对，是冲动。然后蜜月期慢慢过去之后，其实就会归于平淡。现在慢慢就是沉淀，10年下来，对我来感觉还是很强烈的，就是阳光、空气、水，这是一个4季很分明，然后你可以每天都感觉到自然变化的一个地方。那这是我在台北感受不到的。那在云南比较不一样，云南你感觉好像突然有大把的空间，然后可以去稍微心静下来，去看一下，哎，今天云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哎，这棵树怎么今天发绿芽了，或者开了什么样的花？那对我来说，其实会是自然这一块，好像就突然打开了一个窗。到现在10几年了，你自己觉得你有跑过这么多地方，不管是在美国生活念书，或是丽江，又回到昆明这里，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改变在哪里？我觉得不是我追求的，但是是我非常喜于乐见到我现在的一个生活方式，是一个比较低压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觉得很放松。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难得的是，其实也很珍贵了。我觉得是跟小孩相处的时间很多然后我觉得我也很庆幸让小孩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他整个成长的环境其实是我觉得是还蛮与大自然为伍的。好，然后从小到大，我们就几乎是一天24小时或者17小时都是相处在一起。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或者对他来说，其实都很难能可贵。很多朋友也会很关心，就是我们当初班来说，大家就会说，哎呀，教育的问题呀，怎么样啊？以后怎么办？上学怎么办？哈，那我的个性是比较那种且战且走型的。那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态度很坚定的，就是我一直觉得是。唯有大人，唯有父母，爸爸妈妈生活快乐，没有压力，其实你才会养出这样的孩子。10公年嘅愛種成法，培育孩子重新檢視生命價值。慢慢的，佢對人生擘個嘅成長，每有嘅無窮嘅思考，轉到阿妹嘅角色，做得重點性業態，係佢最大嘅成就。唔過唔講嚴啲，昆明唔單止係一隻村上。還係真真實實嘅花上，呢兩邊花除了看醬之外，還做得食咯。你剛剛突然來是花的料理，這是花的料理，我太震撼了，這我哪吃得下去啊？暗醬這麼漂亮，這是不只是花還是樹呢？哎，小七，創作者哦，其實要當專注啊，第一個作品。是在我爸手上，像原住民的那种土產，當然特別緊張。你剛剛突然來是花的料理，這是花的料理，我太震撼了，這我哪吃得下去啊？暗醬這麼漂亮，這是不只是花還是樹呢？嘗一嘗，這個是玫瑰花酥，它這個是用紅糖跟玫瑰花瓣蜜釀而成的。怎麼那麼好吃？我真的吃到玫瑰的香味之外，它那個酥酥的口感哦，疊上來，好好吃哦。對，因為我覺得玫瑰花在台灣比較是欣賞用的，那我們這裡人比較務實，對，種了很多食用玫瑰，都是拿來吃的。對，你要不要再嘗嘗看那個3花涼糕？它最主要是玫瑰花、茉莉花還有桂花做成的甜點，這很像我們客家的涼拌，很有嚼勁，而且它真的。花在裡面沒有違和感的，很好吃，而且口齒留香。這樣的鮮花料理它是有季節性的，所以不是天天都可以吃得到的。比如說像這個，就是
石榴花，你看它是脆脆的，脆脆的就是有点像笋干的味道。就是我们客家的哈嘎笋干，笋干的味道，它有一点点甜干咸干的味道。然后石斛花，石斛花蒸蛋，石斛兰在云南种植的很广泛。那这个花其实如果是平常没有什么用处的话，你看他们就可以拿来做菜。那大厨告诉我们说，所有的桌面上的这些花，其实在菜市场都买得到。那我觉得花对他们的重要性很高哎。是，就是不只是纯粹观赏的价值了。吃了这么多花的料理，像我自己本身喜欢吃酸麻辣，可是你一来的时候，你应该不是吧？滇菜它的特色就是以辣为主。那其实我们台湾人吃辣的水平并不是那么的高哈，那所以要慢慢适应。还有一个他们比较重油重咸，对，那所以说我们平常吃的比较清淡的话，就会慢慢的适应。你刚刚讲到按详细哦，我就在想说，你之前的工作，你有办法这么仔细的去品味吗？你一定都是赶快吃一吃要工作了。其实我印象里面好像都是吃盒饭的多就外面叫盒饭，对，叫便当的多，对。所以来到云南，加上我自己不太会做菜，所以就要去，有的时候我很喜欢去外面吃，然后尝试各种不同的食物。所以我觉得云南蛮特别，就是你可以吃到很多东西的原味，我觉得这点是很难得的。比如肉可以吃到肉的原味，然后花也可以吃到花的原味。那你觉得你人生的原味是什么？叫做回归单纯吧。就像食物的本味是一样，对，是就很简单。其实日常生活我们刚刚提过，就是阳光、空气、水，然后不外乎柴米油盐酱醋茶，慢慢变成这个节奏、这个模式。对，就是有点未如预期，但是却慢慢走到这个方向，我觉得挺好的。人讲啊，心随境转，境由心生，应该放下就放下，快乐。其实就伫一个想法之间，在经验相处，我会感受到愈发一个乐观开朗。不过，其实2年前的佢，因为老公过身，一3年脱胎2个生意。面对人生的冲击转变，你本给喊卡真相，掀开一切。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叫庞少宁。庞少宁，现在几年级啊？现在6年级。所以现在是女儿。对，我跟我女儿，我还有个儿子。你还有个儿子，有没有搞错？19岁，19岁是念大2了，还在美国念书。19岁，看不出来耶。谢谢，请你吃饭。一定要的。你眼里的昆明人是怎么样？他们都自己把自己当成家乡宝，这是跟家乡宝是家乡宝。对，为什么是家乡宝？就是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对，哪儿都没有自己家好。真的耶。是，所以他们跟四川、跟贵州、跟我们周边的邻近的省份的人都不太一样。他们不喜欢出门，不喜欢去外省打工，对，不喜欢去外面打拼。对，因为其实他们生活在一个很舒适，然后很自给自足的环境里面，所以久而久之自己也有被感染到，也变成家乡宝。你讲起来，你就是很能融入这里的生活。然后你也用了你自己生活的方式，包括我们聊到像你的个性啊，我觉得你应该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是生活的内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职业病在做以前的事情，就是你生活的每一天，你都是不断的在收集一些新的资讯。那只是说这些资讯可能只是很日常的身边人的事情跟故事，然后来充实你自己的生活。然后相对的，我觉得也反映在，譬如说你好好的去看你自己的人生。是，所以我觉得还算蛮幸运，因为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管是以前做记者，然后做旅游书，其实我都是把我的兴趣爱好融入生活中，或者把生活的爱好融入我的工作里面，所以我觉得很幸运。妹妹，你刚说你6年级，对，功课压力大不大？功课压力不大，不大。对。那你喜欢这边吗？还是挺喜欢的，挺喜欢的，对不对？对。那妈妈在你眼中啊，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哎，不要看她，看我。说实话，说实话，一定要说。说实话，我喜欢听实话。有的时候很凶，我的妈妈是个很厉害的妈妈。哦，你觉得她很厉害？对。然后呢？对，就是她什么都会做，然后呢，就做饭啊、家务啊，什么都会。哇！这个表情我很不相信。你这虚假广告，虚假广告。然后呢？
然后他还会写书。写书，我长大以后也要当这个。哎呀，好好哦。他作文很好哦，所以你有我的遗传。对，其实我们两个会比较像朋友，越来越像朋友。以前是妈妈跟小女生，然后现在越来越像朋友。而且我很多对外界的知识、外界的流行语，都是从妹妹身上学到的。对，她是我的老师，小老师。好好，这是好朋友。是你有没有常跟妈妈说我爱你之类的？会吗？以前会，小时候会。你多久没抱她了？我经常，我每天都抱她。那今天你主动一点，你抱妈妈亲一个。哎，要抱一个。哎呀，你干嘛害怕？其实因为我自己是隔代教养的家庭，你看到这我都会很感动哦，就会觉得有一个孩子在身边蛮好。是有女儿更好，真的。喺啲他鄉嘅快樂，係啲成塊單純來嘅。手眼呢，將做得體會幸福嘅真實，又發自嘅溫暖嘅心，然後面對人情嘅圓融態風，本來看到嘅做一隻阿妹堅強，老堅愛。感謝又發自分享生命嘅歷程，要本來得到珍貴信仰。下來咧，我來你講，拜訪一隻後生人，啲嘅身上。又有乜解樣嘅故事呢？小七，小七，唔記得咧，創作者哦，其實愛當專注啊，我不要吵他哦。你好，怎麼稱呼啊？叫我鐵錘好。鐵錘啊，希望沒有打擾到你。你現在在刺的是阿波羅啊，宙斯的兒子。哦，宙斯的兒子啊。後面有一個電容麥，一個麥克風。是因為我是歌手嘛，我希望可以堅持下去，可以一輩子都唱歌。要刺青一定要有點特別的意義才能刺，不能為了刺青去刺青啊，還是紋在身上的東西要跟你一輩子。那還是要有些意義才好。其實刺青這個東西，如果你自己非常喜歡它，它會提升你的一些自信。你在跟小琪溝通的過程裡面啊，就是你比較堅持你的意見，還是他比較堅持你的意見？小琪他是一個非常專業的紋身師，他不會硬要強加自己的某些想法，告訴他我想要的方向和什麼，然後他會加以潤色，他只是在幫助我，所以不可能存在說好誰更加固執己見，不會，因為他只是在幫助我。哦，好了，你看一下，我們今天在那邊加一點陰影啊，這些東西，就是把整個畫面感加強。其實哦，我知道小琪某種大家一看到愛嚴肅哦，其實他很細心，攏大家看到第一眼的小琪真嘅冇強樣。兩位看起來太表表嘅測試師傅，係宜蘭嘅客家鄉親李木奇，今年將32歲嘅佢，喺當地啊已經已有名咧。看佢手落悠悠嘅筆法，畫出像有生命嘅圖樣，當然想得到佢做測試條路，將短短嘅幾年，很容易嘅緣分，本佢現在塞到理工來，還開始測試咧。其實你也沒有那麼酷嘛。工作對，工作要必須要認真一點。剛剛應該沒有打擾到你吧？沒有哈，不會的。那看你的作品也太酷了吧？這個是什麼？美少女戰士。有沒有很特別的很特別，讓你印象很深刻？你現在5年嘛？啊，對。大概刺了多少的圖案？至少上千以上吧。上千一定以上。對。那你有沒有特別算？沒有特別去算過，因為太多了。有沒有讓你做最久的？瑪麗蓮夢露自由女神的裝扮。哦。從下午3點做到差不多凌晨3點。你小時候是不是因為爸爸刺，你就覺得？也不是以前我爸也不是刺青師。04年來到麗江才開始做的這一塊。那時候我在做廣告公司當設計師。那你為什麼突然想要來這邊？因為這幾年就是台灣就是經濟不是很好嘛，然後就想要換一些跑道。然後12年的時候，我爸就問我說：“不然來跟我學刺青吧。”他就這樣講。我說：“可以哦。”我就直接把工作辭了，我就來了。沒有猶豫嗎？因為剛好是自己興趣啊，我也是念設計的。對。那你過來的時候是從頭學起還是？從頭學起。從頭學起。對。爸爸媽媽很嚴格，那一般爸爸都很嚴格。還好哎。真的嗎？對，主要是看自己努力吧。對啊。大概多久以後就上手了？
开始学之后半年才做第一个作品，因为你但是很有难度的，因为机器是有重量的。对对，然后而且是在人家身上，对，你会发抖，一开始会很紧张。第一个作品是什么？刺在我爸手上。其实爸爸才是你的第一个作品。对，坐在他手上。我设计了一个有点像原住民的那种图腾的那种东西，花纹。对，那刺完后爸爸说什么？没有说什么，不是啊，爸爸怎么说哦可以过关？那学徒就是这样嘛。所以很紧张。哇，当然特别紧张，因为又第一个。有人讲啊，云南是一个文化的超级市场，各种文化伫咧交融，都做得程度极大嘅新天地。喺伫咧边5年嘅期，唔但抢程度极大嘅事业，明认识咧同样嘅艺术创作嘅好朋友哦。瓦岗仔，对，再来再补。哎呦 Hello 哎呀，你哇，好，这什么地方？我们这里是瓦岗在做创意家具，它是猪肉的排骨，然后腌制。这个很像客家菜，汤底摆度有牛米、没有菜头，还有菜的米。这什么地方？我们这里是瓦岗在做创意家具，这些都是捡回来的吗？对，哇都是。这很像台湾这个漂流木，有没有？对，捡回来的。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哦，看这个椅子看起来就很厉害，很像散胎蠓哈。散胎网啊。像这些石狮子都是这边茶马古道所留下来的。对牛，对啊，犁田的全部都是。这个是后来才弄的吗？对，这个雕刻是后来弄的。你有没有了解地方的形成啊？一到很有当到诶材料，人家都头台湾已经没很多东西诶，当到已经没诶，因为我们的农村时代比较早过去，但这里还存在着，所以我们就有办法有这么多的素材，这么大量的资源可以去使用它，然后就找了这里的盖房子的师傅开始，然后打铜的师傅一起磨合。然后慢慢的，所以才叫瓦岗寨，就是说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工匠一起打造出来的地方。最多变做料理嘛个东西哈都有做旧木料有做床，因为它木材够干燥，不会变形。那也有把一些以前这里喂马的马槽变成层架、书柜，都有。也都经营当中艺术的创作哦。其实我们也是会这样觉得啦，就是希望我们自己所做的东西，让这一代人可以留给他的下一代人。那我们其实变废为宝，不也是把上面人家留下来的东西，继续把它再回到生活里吗？刚才好奇量上用颜色啊，很久啊。第二边最好的交朋友的方式，知道吗？也是一种啦。大家在工作休闲的时候，而且都也是台湾人啊，大家就会在这边聚在一起。伫苗栗来嘅小文，是伫台东有名嘅铁花村做事，因为本了为民族风情向导。1年前来到丽港继续创作之路，瓦岗寨其实出该旧东西嘅素材，睇到一辆蓝色嘅，写到一只书法，啲咧都做得变做宝贝。生日小琴音是几年的安怎样？好像是13年左右，不是自己的地方，可是你在边落地了，却认识了小文，应该说臭味相投吧，也很好啊。对，就是不管是在抓家具啊什么，因为都一样是艺术创作哦，可能有一些交流啊，例如说我这个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帮他找一点图啊，还是有些啊，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改比较好啊，怎么样，都是一直交换，不断的交换东西，让自己提升。最重要是给爸爸嘛，给爸爸都给力，他可以独当一面，看一点在艺术上面。因为我自己身上也有刺青，也是透过他。那一开始是他爸爸，但是后来你其实看到，因为年轻人的思维跟他转换的东西会不同，可能我们的年纪比较相仿，所以你看得到他所有的功力其实是一直在进步，跟他创作东西，还有他做事情的细心度，他不会得过且过，所以看得到他在这一面其实是非常的认真，然后也越来越成熟到另外一个阶段。其实啊，我知道梁山当厉害的部分还有乜概念嘛？除了讲
来到了邊無關，要做一家可能以前喺台灣冇做過的事情。可是我覺得你們也算是文化交流的一種，你知道嗎？我们其实很多的文创商品理念，或者是我们在台湾重新做的艺术创作，其实都从你自己生长的环境土里慢慢长起来。我们的根基很稳。那其实不是说这里不好，这里也很好，可是他们可能忘记了这件东西，所以你重新要让他们把他们挖出来，告诉他们说，其实这个就是你们属于你们自己的宝藏，不要去觉得说等到失去了找不回来了，已经断层了。给姐妹啊，你在这边这么久了，你也受到当地文化的熏陶，你觉得你从台湾带过来的东西有没有影响到他们？应该有吧。希望是经由我的做事的态度，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啊，怎么观感啊，这一些东西可以影响到他们，就是包括我的徒弟啊这种，对。条蛤蟆有共样梦想来到两位，相互家庭交流，得到很卡多嘅经验。每本嘅良沙喺艺术创作上很卡精炼，做得另外一种做朋友，对佢哋来讲，实在係當難得嘅事情啊！離開亞公仔，小池講要同我認識一隻當重要嘅人咯。对，这些是最重要。这条是五一街。這條是五一街。淡淡太凄涼，而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他鄉，眼看天亮。你剛剛說很重要的人是誰啊？哎，你剛剛不是在唱歌嗎？她是我老婆啊。你唱歌好好聽哦。好，謝謝。他剛剛一直還跟我講說，亮，我今天要帶你去看一個很重要的人。我還問他說，到底是誰？今天是你啊！笑一笑，怎麼認識他的啊？在麗江朋友介紹的。在麗江哦，在麗江朋友介紹，然後什麼樣的場合啊？他店裡面有紋身，那我到那個店裡面打開那個門，然後看見他老公，就感覺哦，好酷。對我第就第一眼就看到就很喜歡，然後覺得啊，這個男生我要嫁給他。第一眼看到他就是個男孩啊，男孩。然後呢？就是穿一個 T 恤，穿個破的牛仔褲，然後戴個帽子。我說，哦，就是你啊！哎，感覺好像他常常哦，人家都問他有沒有女朋友。因為麗江可能這種顏值的人比較少。我承認啦，因為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我也覺得他好酷哦，酷。可是後來我發現啊，他是一個很細心的人。對。你覺得他個性怎麼樣？他外表看起來是比較冷酷的那種，但是他其實內心是很溫柔、很體貼的那種。那你一開始就知道他是台灣人嗎？最開始朋友介紹的時候就已經知道是台灣人。那你會不會很害怕說啊，就一個台灣小伙子在這邊，我真的喜歡上他的話，如果會不會有距離的問題？不會耶。為什麼？一張機票的事情啊。哎，我覺得很棒，因為我發現你們兩個個性很互補。對。對，我覺得就是因為很互補。他是比較放的那一種，我是比較收斂的內斂的那種類型。你會吵架嗎？很少哎。我們倆有吵過，但是很少。哦。而且都不會隔夜。真的嗎？你覺得他吸引你的點是什麼？持家。他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讓你覺得他很不持家？譬如說他很會亂買東西啊。我們倆結婚了過後，我沒有買結婚戒指。他有想過要存錢，偷偷給我買戒指。他存的錢放在一個很不起眼的地方，但那個不起眼的地方被我翻到了，我就放在自己兜裡了呀。我也沒有告訴他。然後情人節我送禮物呢，我的錢不見了。他也沒有懷疑，他只覺得他錢不見了。沒有，我說被我拿了。我說你一個大男人存那麼多錢幹嘛？他說我其實是想情人節給你買一個鑽戒。哦。我說哦，太浪費錢了，不要買了。最後那些錢呢？存起來交房租啊。哎，真的，很實際。對客家人來說，哈，這樣的女生最吸引人，就是勤儉持家，對不對？對。你挑。對重慶來嘅小小，你麗江古城女做駐唱歌手，4年前老小池認識向下行。兩集啲無共樣國家來嘅人，尋到相互合適嘅生活方式。啲基調嘅混凝土，無乜嘅好用嘅浪漫，殺到了一份新鮮有理嘅。啲基調嘅面孔，來看到了簡單又刺激嘅幸福笑容。結束無限嘅意義，全港嘅小池兩公婆，我同埋去哪位呢？哇，好，這邊。看這個門可大家的。
丽江天气变化也太大了吧？可是今天冷冷的天，你很贴心，你们两个带我来吃是吗？小火锅。这个是丽江的腊排骨。我自己曾经这么坚持要走什么样的路，我也曾经放弃过啊。可是就还是傻傻的回来了，为自己送上一份在这一趟旅程里面的礼物。丽江天气变化也太大了吧？可是今天冷冷的天，你很贴心，你们两个带我来吃是吗？小火锅。这个是丽江的腊排骨，它是猪肉的排骨，然后腌制做的腊肉。因为这个很像我们台湾的羊肉卤啊，有没有？你有味道会吃过吗不一样，这个是咸鲜味。咸鲜味。对，来，你们也一起吃哦。然后好不好这一份是蘸料，你可以蘸着它吃。哦，沾这个吃。可以吧？这个很像哈嘎串，真的吗？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会有加萝卜啦，或加一些蔬菜炖的排骨。羊肉是有除了康啦、长枪、汉源、汤底摆度有牛米、没有菜头，还有菜叶米。以前丽江这边，就是交通不便嘛，对杀猪啊什么的，不可能一次吃完，就把它挂在。对他们为了保鲜的话，就会用盐去腌制它15天的时间，然后放进一个绿色的桶里面，等它的盐分完全被这个猪肉吸收过后，他们就会晾晒。一只猪可以吃一整年，不可能一整年都吃这个，太无聊了吧？那还有很多小的一些辅食，像这2道菜，丽江粑，它分为咸的跟甜的2种口味，但我们比较偏喜欢吃甜咸味的。它这个的话是丽江当地他们那些劳动人民，然后自己研究出来的一种比较简单的食品，吃起来比较方便，比较容易携带。其实很像葱油饼的，它就是很扎实，对，味道有点偏甜。对，偏甜。甜的话就是这样，他们在本地都是这样直接剥了一块，沾着这个蘸料就吃了。哦，春姑娘我记得有凉粉，对不对？对，这个像什么那么这一道菜的话是丽江的鸡豆凉粉，它其实跟四川的凉粉是一个做法的。冬天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煮或者炸，然后夏天偏热的时候我们就会吃它这种凉拌的。懂像哈改水拌，所以你会做对不对？会，你都会做那么辣的菜了，他习不习惯？喜欢，喜欢又习惯吗？还是对喜欢你比较多？因为喜欢我所以习惯了。哎呀，那他好像不太吃辣。我们台湾你吃辣吗？其实我刚到丽江的时候，那时候在台湾，我觉得我超能吃辣。一来丽江发现我根本就不能吃辣。真的吗？超弱有差那么多吗？超弱。那你做菜有没有迁就他？虽然他现在很爱吃辣，我觉得你应该吃蛮辣的哦。还好，我会把它中和一下，不会吃太辣。那你们俩饮食习惯像不像？因为毕竟台湾嘛，你没有为他还好做什么东西。我会经常给它煲汤，因为汤可能就会比较味道偏鲜淡一点。对，然后他就会喝汤，然后一些炒菜的话，我就会可能会做四川的味道。爱的煲汤。那你有没有为了他学什么台湾的东西？有哎，之前跟阿嬷学过一个，他自己用那个葱油酥炒那个西兰花，虽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料理，但是我觉得很好吃。还有呢？还有卤肉饭，跟我阿嬷比，但是差了一点。怪干嘛这？是阿嬷的味道不一样。就是他的爱嘛，对不对？他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吃辣了。那你开始来应该不习惯吧？每一餐几乎都要放辣椒，所以刚开始会蛮不习惯。真的吗？现在已经慢慢都可以吃得惯了。一开始刚来就连续拉了大概1个月吧。会讲台湾话吗？会一点点。阿公，阿贡也很像我们客家话海鲜的，就是阿公一样的意思。嗯阿贡就是阿贡。然后你如果看到妈妈，他的妈妈，不过客家话是阿梅。阿梅是妈妈的意思，阿梅暗讲，暗讲就是妈妈好漂亮。哦，阿梅暗讲，对，阿梅然后暗讲譬如说，你走在我们客家庄，大家看到你好漂亮，就会说 “say more 暗讲”，你自己讲，你自己教。say more C 莫安家， say more 暗讲，对，就是你很漂亮的意思。谢谢。哎，这2天我自己也感受到你们的幸福，我觉得真好，就是谢谢你们。虽然说我们很远，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好像很近。虽然呢，就是像我自己就很害怕相隔2地，不管是感情或者是家人。
可是我看到你们两个从不同的地方来，可是可以在第三个地方，然后凝聚在一起，然后又是两种不同完全不同文化，台湾、重庆，在丽江，我觉得我好幸福哦！我光看你们幸福，我就很开心，让我生命中多了一个好朋友。你怎么了？你又要哭了？短短的相处，我係感受到小池兩公婆嘅甜蜜，做得深度分享低潮落歡喜嘅河畔，啲平凡度深度小小嘅幸福。來想，列出係親真實嘅愛情。列在呢場本係當道嘅感觸，你本係客廳倒列化作符號，引你心感度。我第一次的刺青其實我還蠻害怕。没关系，我习惯了。我其實來麗江這幾天，我有很多想法，看到好多人的故事也好，或跟人家聊天，我都覺得，我突然覺得我自己好像過去都沒有辦法好好的看我自己。所以我一直覺得人啊有很多種形象，因為我很喜歡幾何圖形。好，就是譬如說三角形啊、方形啊、圓形啊，那可能因為我工作，我也不敢太張揚，而且我的人也不是沒辦法像紙人這樣。然後呢，在我這個生命的過程裡面，這些人其實也串到我的故事，或串起他們的故事，我就想要有一個箭頭。其實我一直都在往前走啊。哎，這邊可以幫我找到摩羯的圖案嗎？可以啊，沒問題啊。可以嗎？來，摩羯的圖案是長這樣的。好哎，那我不能這樣弄起來像串燒，我不要哦。應該會變關東煮吧？大小就讓你去調這樣。可以啊，可以啊。然後有一個是什麼三角啊？對，我要有一個那種往前衝的感覺。那了下這個種啊人生中替白做的事情，就是刺青。其實我每一次出去工作也好，或旅行也好，我都會為自己送上一份在這一趟旅程裡面的禮物。其實來了雲南都都當到好朋友，這些好朋友可以讓我回想到我自己曾經這麼堅持要走什麼樣的路，我也曾經放棄過啊，可是就還是傻傻的回來了。所以我就覺得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那幾何圖形有三角形啊、圓形啊、方形，它其實代表每一個人不同的。那我希望透過一條長長的線，這類濃烈的故事要表演連接起來。我覺得不只豐富我的生命，我也要隨時提醒我自己，他們有很多值得我可以學習的。然後現在其實有點痛，這些痛我就會特別記住我自己曾經在這邊得到什麼，或者是我曾經做過什麼樣我覺得不 OK 的事情。小七快好了嗎？好了，好了，你可以現在看了。我真的很喜歡呢，我自己非常滿意。這對你來講難不難？其實蠻有難度的，因為它很多直線啊，還有圓圈的地方要很平順，對，這是最難的地方。我覺得那個工細到我覺得很像畫上去的，有個圈是你的。好，做下這件事，讓我知道以後我碰到任何的困難，我都會想起他們，然後他們很淡定、很沉着去面對，不管是困難，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壞的，就像這個箭頭，我要跟大家說，我要一直往前走。談向前嘅故事高長度，你本來回想自家頭擺嘅想法老成長，我想了條公民嘅感受，催人講嘅信仰感，就將書上嘅特色符號，隨時都會提醒我，聽作向前行。感謝記得帶本來嘅滋養老喜發。雖然說我們在吃飯的時候，你老婆在，我們都很開開心心的。我覺得她了解你很多了。可是我相信你在一開始來的時候一定有掙扎，雖然說啊，好像那邊台灣啊，好像沒有自己想要那麼如意，然後來這邊又有一些過程，要適應嘛，對不對？我剛來3個月就想回家了，沒有台灣方便啊，對，台灣到處都有 7-Eleven，然後怎麼就是當然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畢竟到個完全陌生的環境。男人就要對自己狠一點啊，就是直接就下定決心把所有東西都拋開啊。就還好，就是後來有交到一些朋友，認識一些人，就覺得其實還蠻有意思的。
从爸爸手上接下来这个，有觉得有没有压力？那个压力对我来说不是工作上的压力啊，也不是什么期许的压力，就自己给自己的，就希望让自己更好。对，刺青对你来讲很重要吗？到现在为止，很重要啊，就是想把它当成一个终身的事业来看。你已经这样想了。对，人家说匠人嘛，匠心，就是你一直把这个事情，你做10年、做50年、做100年，就是一直做下去，你就会成为就是专精的这个位置。对，刺青在人的身上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认真、负责、仔细，就是要把它集合在一个作品上面，因为毕竟人家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不能马虎，不能随便来，对，一点的开玩笑都不行，我是这么认为的。别个海峡来到云南成发，第二位梦想变得当拳，成发变得当色彩，伫追求自我嘅高程度，小气勇敢嘅刺踏着机飞，伫佢身上，我看到了坚持嘅艺术家精神，感謝佢本了在理想無窮嘅意義，每祝福佢未來嘅測試之路越來越成功。